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好，本人青叶县的呀70名小帮金票赛又来了，今年来到呀第8届，就爱到呀11月28号到12月初1就开始来比赛了。故说大家都非常期待一件事情。故说好，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吼，也得细细嘅运动员，也得小球员，也得生落爱什么嘅东西，这样做得对家的身体好，还个会上肌肉，上到动作，这样做得去比赛安样。细细嘅嘅来分享，今日节目里头邀请到嘅来宾哦，系啊台北市万兴国小嘅营养师麦素英先生，欢迎。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麦素英。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好，欢迎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接下来吼，田丁爱同大家来分享嘅是有看到现场有很多可爱的，有2位可爱的小球员。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是我们的启恩，欢迎。大家好，我是黄启恩，今天很开心来到福气来了，很棒，没有紧张的感觉。接下来嘿听 TV， 欢迎我们的李俊恩，欢迎。大家好，我叫李俊恩，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好，欢迎接下来是共用是进行国小的教练，欢迎吴皮皮，欢迎吴教练。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福气来了，谢谢大家。好，今日也有请到大家来啊，就是大家一起要来分享哦，小球员平常吃什么？教练看待下的小球员平常他们的饮食是什么东西？然后营养师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吃才是最正确的，对不对？那其实在讲这些以前，想要先请教练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听说今年景兴国小是第2次参加徐生明棒球赛，对，我们就像好像在抢那个电影票一样，守在那个电脑桌前面，是，因为它是12点才开始开放，那我们登记到的是12点04分，是12点04分抢到，已经应该他录取28队，那我们第27队，因为总共32队嘛，不过他扣掉地主队跟前3强的保留名额，鼓手存到28队的报名的额度，然后你们抢到第27名，有没有吓死了？因为开放4分钟而已，就马上到27了。启恩现在在搓手。很紧张吗？想到那个时候要抢报名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很期待去比赛？很期待，为什么？因为可以出去玩，是吗？你是第几年打比赛了？第2年。第2年，那你为什么这么期待参加比赛？就是比较兴奋的感觉，就是会突然一直就算是上来呀。可以去打球给大家看的感觉。哦，那俊恩呢？就是可以看到外面其他选手的程度到哪里，就可以比较了解自己。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吼，非常的认真。故说像家的爱准备比赛啊，尤其是像学校啊，或者是小朋友，你们平常回家吃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帮你们特别说，你们要去比赛了，我要帮你就是进补，让你吃好一点。会做这样的调整吗？不会，就是正常吃。一般的，对，一般的正常吃。那学校的营养午餐或者是学校吃的东西，教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平常。那我们其实我们学校就是有中央餐厨啊，那就是有搭配营养师，或者搭配一些配合现在学校都规定少糖、少盐、少油，所以因为大家营养都太好了，是不是？对。那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一些牛奶部分给他们，因为像他们早餐，我们学校也有提供。对，有一些什么炒面啊，那炒面那些都是不会说太油的部分，那还会再提供一瓶牛奶。对，早餐，对早餐大概就是炒面啊、炒饭、还有稀饭、粥、牛奶这样子，对，都有。那中餐大致上，中餐的话就一般啊，就是可能有饭啊，还有紫米饭，对，那蔬菜类啊，那肉也会有，就是肉不一定啊。对，我很好奇，小朋友喜欢吃紫米饭吗？还 OK 啊，我有意外，启恩，你喜欢吃紫米饭吗？
还好，比较喜欢吃白饭。好可愛哦，對不對？營養師其實生意呢，唔係按到就好食紫米飯，對不對？錯，因為要有五穀飯啊，漢後消化，對，所以家里没有习惯吃的话，其实到学校去吃这些东西，感觉上就会要花一点时间来去适应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也请营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像生意呢啊，一般来讲按用版设账后用，我们这里有一个每日的饮食指南，是不是跟大家来解说分享一下？所以这里头来讲的话，其实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其实就是这6大类型的食物。那其实，一般来讲，其实运动员来说的话，其实它整体的热量需求是比一般的小朋友的热量需求是比较多的。所以以6到12岁的小朋友来讲的话，如果说在一般平常在学校作息的时间，然后跟那个平常在练习比起来的话，在营养的需求量来说的话，其实它是只有增加300卡的热量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来看这6类食物，9到12岁的小朋友，对，那男生跟女生来讲的话是都一样的。其实这个需求量来讲的话，其实已经跟一般的成年人已经差不了多少了，比我多很多哎。对，尤其是对一般就是想要控制体重的女性来讲的话，其实通常都会吃的比这个女生还要少，的建议量少。对，所以这也是呼应到，其实他们除了平常运动消耗需要增加一些热量之外，最重要的还要符合他们生长所需。没错，我们先回到上一章啊，有点问题熊会轮摸一哈。我们讲的这个6大类的饮食，就是水果类第一类，蔬菜、全谷杂粮、豆鱼蛋肉类、乳品类，还有油脂与坚果类。像这样子啊，大家都會有寫，大項東西可能會幾多分，幾多分。像按用1分算來，它是怎麼算這個單位？大概多大叫做1份？我们来看到说，那个以蔬菜跟水果类来讲的话，它1份我们大概都是用碗来做计算啊，这样会比较。那我是拿碗公就不行，小吃饭碗。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在青少年时期，可能食量比较大，对，的确就是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会拿碗公來做，真嘅，總飯總菜來食。韓式嘅時間，小學6年生的時候做的是2片檔，我小學6年級可以吃2個便當。所以如果說用蔬菜類來做計算的話，大概1天的需求量大概是吃到2碗飯哦，2個飯碗的蔬菜量，2個飯碗的蔬菜類，有吃到這麼多嗎？它是4個便當，好好笑。对，难怪他可以吃到刚刚那个小朋友的热量，因为厉害生意呢，他不喜欢吃蔬菜啦，这是一般的小孩其实碰到的问题，对，尤其是说你碰到一些比较高纤维，纤维比较粗的，对，它因为它咀嚼，那尤其是像低年级的时候还在换牙，那很多。连肉啊、菜啊都咬不动，所以他们在摄取上面来讲的话，的确会比较少的。那饭量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也是用碗来计算，所以以他们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话，所以吃4个便当就超过了。4个便当的饭量是会超过，不过因为他们现在在学校吃营养午餐，对，那如果我们用那个饭碗来装的话，其实是3到4碗，3到4碗分量差不多。那肉类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在运动的时候就要多吃一点，还有蛋白质东西。对，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依照我们目前建议小朋友的建议摄取量的话，我们就是以这样子一个手掌心的大小，这样叫1份。这样算2份哦，这样算2份了，一个手掌算2份，所以这个份数就不是用碗公来算的哦。肉类这些蛋豆鱼肉类的蛋白质的分量，一类数把重是手掌的部分，叫做2份，就是2份。原来是这样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小朋友其实也不是说啦，现在一般人的饮食，其实在蛋白质的摄取上面其实是不会不够。可是因为就是会觉得，你看现在不是很多人在重训吗？超疯的，泰嘎就这个周云通啊，都在重训，然后就说我们一定要吃蛋白质，不止后，只有省这一个，现在连超商都很方便可以买到水煮鸡胸肉，对不对？
早上吃一个水煮鸡胸肉，再吃一个茶叶蛋，然后再喝牛奶，然后晚上可能再喝一杯高蛋白，那就是会觉得，哎，是冷泡这就是做对了，长肌肉就是长肌肉啊。但这个观念，今天听说营养师儿童太高了，后分享一下。对，一般来讲啊，这种蛋白质类的食物来讲的话，它其实吃太多的时候会压缩到其他类型的食物的摄取，是因为我们的食量就是这么大嘛，所以如果你吃了一些就是某一样食物它摄取的特别多的时候，那通常来讲的话，你其他类型的食物就会吃的比较少。那因为本身蛋白质类的这个食物来说的话，它通常我们都是希望吃了之后去补到肌肉，对。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蛋白质类的食物它是身体当天用多少，它就利用多少，不够的全部都是靠肾脏排出去，所以它反而会导致那个就是导致肾脏的负担。那另外还有看到的就是说，因为本身蛋白质代谢之后，它产生的是一些酸性物质，是那这些酸性物质它会跟钙结合，所以吃高蛋白，尤其是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还有可能它是高盐分的对烹调方式，那盐的摄取过量也会增加钙质的流失。没错，对，所以这样反而是没有办法补充这些到钙的。饮食的小细节，可能东东人都冇注意到。今日节目当中还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哦，唔单枪黑夜的小球员，太年没有好好认真堂哦，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复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吼，唔單唱也有唱到呀小球員，還有教練來到節目當中，還也有唱到營養師哦，感覺很像是這個營養檢視大會，有冇？幫大家診斷一下平常生來啲嘅生物嘅。唔過剛剛營養師咪要同大家來分享到吼，原來呀輪拍者啦，唔係說越多越好哦，沒想到講我要長肌肉，我就拼命的在吃蛋白質。其實按照某聽眾係真好嘅。什么都是要均衡摄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其实如果到了年龄更高的时候，其实它的活动量还有它的代谢需求，其实越来越快。也係16歲到18歲嘅成人呢，誰來同誰妹嘅，有看到特別不一樣的是，誰來嘅活動力高的。對，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光熱量就差了850。3350，其實這樣算一算，已經快要再多吃一餐了啦。好可怕哦，好難想象這個數字哎。對，那女生的話，她大概就要增加650卡的熱量。對，所以其實這個對青春期的小朋友來講的話，其實這個有時候他們，尤其是女生比較注重身材的時候，她可能就會很在意她的熱量攝取。那其實有時候來講的話，一般來說，其實當然我們不反對，如果是說它是在合理的，就是而且是健康的體態之下去做一些就是體重上面的調整。但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運動，像是游泳、體操這一類，它比較注重身形的，像摔跤這一類，好舉重的，他們在體重上面有一些那個階級的限制的時候，其實他們很短的時間之內，他必須要做一個很快速的體重變化。那這樣子來講的話，其實對他們的飲食其實是影響會比較大的。所以其實呀，用辦食韓國去做乜嘅運動，可能大家嘅需求都冇乜嘅共用，對不對？聽說營養師這邊有一個例子，係秋水嘅線數，你就硬上高，越來越高，越來越高，你夠冇用，沒有肌肉就沒有力量。因為一般來講的話，很多家長還是有一些迷思在，就是希望就是家裡頭有運動選手的話，他要有比較好的表現，所以他會刻意的去增加一些蛋白質的建議。知道喝牛奶，狂喝，對，不然就是會，他們也會選擇一些比較高蛋白的一些飲品來做一些補充。但是一般來講的話，就回到剛剛我們提的，你如果某一樣食物吃太多的時候，它會相形去擠壓到其他類型的食物的攝取。是，那你吃的很多蛋白的食物，它都去應付作為熱量來源，所以它只是去當做它一整天基本消耗的一個熱量，它並沒有去它沒有去補到肌肉那一塊，所以就會變成說
很多的蛋白质过多的摄取，其实它是白做工的，它是没有办法去增加到肌肉的状况。那肌肉的一个表现力，它是其实最主要还是要靠它稳定的一个训练，还有就是说它要有经常性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然后慢慢的去累积出来。对。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比较不是单纯说只是靠饮食就可以去改善他的肌肉的这个质跟量。对，给先从就有两个小球员。那先来问一下俊恩好了，俊恩，我觉得他的身材，俊恩现在是几年级？6年级。6年级，他的身材，教练觉得俊恩的身材在打棒球来讲，还有什么要调整的吗？我比较希望他可以增加他的肌肉。对，因为我觉得他的看起来身形还可以再壮一点，让他算够高，腿也长。对，只是我觉得他缺乏一些肌肉。OK，所以像那营养师是不是可以给一点建议？像是俊恩这样子，他如果说教练希望他可以多长一些肌肉，你都得用板色东西，可以吃什么？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如果说2餐里头都是在学校里头吃早餐跟午餐的这个部分，其实学校的它是由营养师来做设计的时候，其实。教练就比较不用担心到说营养够不够的问题，但因为他们这个年龄来讲的话，当然还是比较期望长高。那尤其是说我们碰到有一些小朋友，他希望调整体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希望说他至少维持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体重不要变化，但是我就是要让它长高。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可以建议就是多做一点那种就是比较弹跳性的运动，然后再过来的话。饮食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它一样还是要以就是淀粉类的食物为主，然后蛋白质类的食物为辅。那牛奶的摄取一定要够，因为以他们这个年龄层来说的话，一天大概需要360cc 的牛奶。所以如果平常时候就是一天只有1瓶牛奶，大概只有200cc 来讲的话，其实是可以再增加1次的摄取的。所以现在小朋友在学校摄取牛奶，就是早上会喝，还有练球的时候，因为我们练球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们。类似那种光泉那种饮料1瓶，给他们就是每个人都发1瓶。那有些可能喝不够的，我还会再给他们。再额外补。对。启恩笑得这么开心。你现在想要对你自己的身材，听说你想要长高，对不对？你想要长高，启恩的肌肉量应该蛮够的，对不对？对，他只是我觉得他如何要让他怎么瘦下来，还不会伤身体这样。对，因为我怕他说，因为要让他瘦下来，而伤了他自己的身体，这样对他很不好。因为他现在小学生，他的摄取量、他的营养一定要够。那可能他讲他自己要长高，可是他又怕说吃太多，又没有长高，这是长胖啊，对他又不好。那营养师要不要给启恩一点点建议？其实，在饮食上面来讲的话，大概不外乎就是第一个，如果真的要让他缓慢的减重的话，原则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希望他吃就是重口味的食物，还有油炸类的食物，不要吃，这些就是先尽量避免。对，但因为有时候球队在外练习，那其实说实在有时候因为那个食物取得的容易性来讲的话，其实不是这么样的方便。那我们可以就是说搭配多一点的蔬菜类的食物摄取。那这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可能现在小孩子对蔬菜类的食物比较吃不习惯。对，但是我相信，其实因为小朋友都在打比赛，教练平常也都有在教小朋友，其实都有一些正确的饮食观念。就像我现在要考他们的，我们现在第一天4档狗有看到4种饮料，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喝什么饮料吗？运动饮料是什么时候可以喝？运动。干嘛害怕？运动的时候可以喝，确定齁？俊恩呢？也是一样。运动的时候可以喝运动饮料。那提神饮料呢？你们现在有在喝提神饮料吗？没有喝提神饮料，不会给他喝这种。小朋友不会喝提神饮料。OK， 那营养师这边的建议是，提神饮料小朋友。其实最近我就是看到一个儿福联盟的调查，有提到，其实现在就是青少年提神饮料的使用以及习惯性已经越来越高了。哇塞，青少年大概12到17岁这个年纪，因为其实他通常来讲的话，他们都是比较属于高压，像是说他可能念书，对课业很重，然后作业也很多。
多，那他就是为了要应付这些考试，对，那他们就是会慢慢的就觉得说自己常体力不济，就会想要喝提神饮料。但比较要提醒的就是说，其实以一般我们现在目前建议的饮料里头来讲的话，运动饮料的确就像刚刚那个小朋友说的，就是运动的时候再补充，因为我们有流汗才需要补充它里头的电解质。对，那所以其实平常补充的话，反而会造成身体的负担。那所以主要还是以白开水为主。那鲜奶的这个部分的话，就以我刚刚的建议，就是一天360cc，不能喝，也不能喝太多。对，除非你是比较年龄层比较高，就是16到18岁，然后热量需求也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才会增加到3杯。那提神饮料还有其他一些嗜好性饮料，像咖啡、茶、可乐等等的，比较提醒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咖啡因的部分。可乐，你们有没有喝可乐？我们没有，我们不会给他们喝，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我们会限制啊，因为我们比赛就准备水跟运动饮料，那我们也会给他们掺杂在喝，不会说只有单喝运动饮料，对，我们会搭配。所以其实他们对于运动饮料的观念算是蛮正确的。因为我们平常啊，其实我们有那个宝矿力赞助，那之前他们还会来上课，如何还来上课，不要喝太多哦。对，如何使用运动饮料，对，要怎么去配合，对，怎么去稀释那些运动饮料，让他们知道说喝了不会伤身体这样。对，所以其实像这样子饮料的选择也很重要。对，那另外还有就是还有讲到一些气泡性饮料，因为气泡性饮料来讲的话，它是在那个饮料里头加碳酸，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碳酸比较不会被肠胃道吸收，所以其实如果喝多的话，反而容易造成胀气、打嗝。我以为是气泡饮料，可能都懂甜，太甜，不是这种的，所以不只是甜这件事情，碳酸这件事情也对身体不是这么的好。对，因为它其实说实在，其实你在跑垒的时候，你就希望自己冲得比较快，可是你肚子很胀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吃太胀了，肚子很不舒服，其实这个都会影响后续的那个就是赛程的表现。你们有类似的经验吗？都没有，因为饮食都很乖，都照着。吃太饱他们自己会控制啊，因为其实他们比完赛，他们自己就是比我们还有连续2场的话，他们都会自己先少吃一点，就多多少少吃一点点这样，不会说吃得太饱。因为在少棒来讲，其实一天打2场好像蛮常见的。对，蛮常见的。对。那像这样子的比赛，有可能你场跟场之间，你一方面又紧张，一方面可能天气又很热，那会是吃不太下的状态吧？对不对？吃不下。那吃不下的话，可能中间你们会补充一些点心什么的吗？我们会补充那个香蕉，对，或是一些面包。那我就会叫他们自己私底下自己带那个巧克力。OK。对，那巧克力都是自己就咬着吃这样，对，补充一些热量。没错，其實吼，像也到小球員，也到都比賽嘅時節，平常時保養當中要比賽時節當中要比賽前，還有比賽後，甚至比賽中哦，這些所有的飲食全部都有一些建議跟如果他們遵照了這些飲食建議的話，他們會有更好的表現。故說下一段節目當中吼，誒，營養師還會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進到節目當中。今日節目當中吼，有邀請到營養師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吼呀，運動員成人呢，佢哋愛什麼嘅東西，當中對佢哋身體好，還有運動表現又好呢？也係用講到嘅也相片地度，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點心的選擇。因為可能平常是打球嘅打，就會肚子餓嘛，肚子餓嘅就會獻東西來食啦。唔過嘅家下有門嘅小球員們，你們都很清楚知道要補充點心的時候應該要吃什麼，對吧？三明治。對，三明治異口同聲的回答。那營養師小可會同大家來講解一下，做乜嘅獻三明治係清楚嘅選擇呢？因為厲害哈，我們
应该讲说，点心它是补充3餐里头不够的部分，是，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回归到说3餐里头，我们哪一些东西缺乏了，然后我们再从点心里头去做整天的一个营养的补充。对，那在三明治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因为它的基本的架构来讲的话是比较平均一点点的，因为它淀粉类的食物会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我们刚刚讲，像这些高运动量的小球员，应该要淀粉为主，对，蛋白质为辅，对。那所以如果是说是像汉堡、薯条这一类的东西来讲的话，它加上薯条之后，其实一个汉堡不见得是不 OK 的，是它只是盐分太高，或者是它里头加的是对酱料还有油炸类的肉的话，它可能就油脂含量比较高。但再加上薯条的话，它淀粉质又太多，对，然后又太油炸的。那葱油饼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本身就是用比较高油脂的烹调方式，因为它是用油煎的方式来做的话，那它是本身来说的话，量应该不会太多，但是它油脂含量又太多，而且它本身的做法就是因为有按有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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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里面用油隔开的，对，所以葱油饼它本身其实是非常油的食物，对，然后也没有蛋白质。蛋白质的话，如果有另外加蛋的话才有，对，不然它就是纯淀粉类的食物。那所以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尤其是赛前吃这个当点心的话，有可能就会变成说，其实它延缓它消化的速度，反而会影响那个小朋友的一个表现。对，是。那至于像大汉堡的部分来讲的话，它本身是因为它加工食品是里头含量比较高嘛，对对，因为它在其他的类型的食物来讲的话，比起来它是属于比较高盐分、高油脂类的那个加工品，所以是比较不建议经常性的使用。而且听说教练都有就是很严格的管制小朋友们，他们就是都只能补充点心，都是吃三明治。对，就是会规定他们只有吃三明治，因为比较健康哦，感觉起来是比较健康。因为像大汉堡这个，因为我们学校对面就是 Seven 嘛。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吃大汉堡。对，因为我是会规定他们三明治会比较，感觉会比较。就是我看对 OK 一点，对。那像是这样子，这是他们可能平常练球的时候啊，度饲养给时间就都得补充这样子的点心。不过就像人刚刚有讲到，比赛给时间，动完可能会冻黏，会吃不下。那像这样子，他们比赛前、比赛中，是不是有一些饮食的建议会比较好？其实对小球员来讲的话，其实他在预备期，尤其这是饮食的部分，因为饮食我应该讲说，就像我们打仗的时候，它是你的后备资源 ，OK。所以你如果后备资源越完整的话，其实你才会有一个好的表现。那我是不是应该在比赛前可能一段时间，我就要很认真的审视我吃的东西了？所以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在比赛前的几个礼拜，我们饮食就是一定要提醒他们在选择上面的话，尽量多元化。对，那也尽量吃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原型食物，就少吃加工品，少吃一些调味料的食物。对，那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原型食物它本身所含有的营养素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对于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一些维生素跟矿物质，像是说，我现在热量提升了，对于 B 群的这些消耗量其实也会增加。对，那我吃这一些比较属于原型类的食物的话，它其实里头的营养素是比较完整的。对，那教练有觉得困惑过，毕竟共chung可能小朋友去打比赛的时候，他们会有因为一些，比如说是体力不够、耐力不足，还是说前面爆发力很好，但是后面好像体力下降这种情况，可能其实也是跟饮食有关系的，对不对？对，因为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可能第一场他们还非常的那爆发力都有，可是到了可能到了第二场比赛，可能大家都是类似那种好像蛮疲倦的一样。对。是完全是有可能是体力累了没有错，对，没有错，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饮食上面的关系。因为其实像球赛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长时间的运动，它跟一般的田径比赛比较不一样。因为田径比赛它比的是长度跟就是距离跟速度嘛。对。那所以通常来讲的话，他们大概就是在赛前吃一些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它只要有很强的爆发力，对，就可以了。对。那尤其是碰到你比赛的赛程的时候，它如果天气是比较闷热，而且是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然后时间又很长，对，打一场球赛，其实本身你的那个体表温度还有环境的温度都会影响到你的食欲跟你的情绪，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的确，
在这么密集的赛程的一个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食欲就会变得比较差，反而就会吃得少，所以就会间接的去影响到第2场赛程的这个运动的表现，所以后续可能就会体力就下降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在比赛中间就是2场赛程，就是第1场赛程已经结束的话，我们是希望说，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是补充一些比较轻食类的，对，比如说三明治。对，就是三明治，我觉得是比较好选择的。然后再过来的话，或者是一些像优酪乳，然后再搭配一些就是像是说不要这么多调味的蛋糕类的食物或者饼干类的食物，其实这都是可以当做其中的一个选择。那刚刚有提到，教练有提到，就是说像香蕉，因为香蕉的话，它算是也是还不错的一个点心的选择，所以可以当然。那但是巧克力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比较建议就是比较分阶段吃，因为它是属于高油脂、高热量的，那它糖分也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是一口气把它吃完的话，那它很快的就会把它就是转变成热量，然后就把它代谢利用掉了，反而我们就撑不到比赛的时候。对，比赛的时候可能这些我们的用意是希望他们做这些补充，去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运动表现。那如果我们分次吃的话，或许它的那个就是在分阶段补充来讲的话，比较能够符合他们在赛程的时候的一个需求。了解。所以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年的比赛可以有营养的后盾，营养当做后盾，有没有？然后用体力跟耐力向前冲，赢得这次的好成绩。但是今年东某更大也有像多小球员来到节目当中，就会呛问这饮用石榴，因为像小球员他们在比赛，当然体力很辛苦，身体可能也会不小心受伤。那像小朋友在运动，难免都会有一些肌肉酸痛的状态，对吧？常常会有，然后就说我好痛哦，我说受伤了，因为他们都会分不清楚。是真的是受伤，还是说是累积的那些乳酸，他那些肌肉的酸痛，对啊，就我们教练就是会去注意他们的一些动作，对，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硬撑，因为他们不想要失去这场比赛。比赛对小朋友来讲很重要，对他们练习那么久了，当然比赛一定要全力以赴。那对，除非他们真的跟不下去，就是撑不下去的。那种表现出来，我们就会马上有警觉性，就是把它换下来。对，就马上做治疗。对，因为我们每一场比赛都会带着医护包出门。对。但小朋友其实应该会有一点难判断，我到底是受伤，还是其实我只是酸痛。教练通常要用询问的方式吗？我们之前有学过的，因为我们上一些教练的学都会教一些，就是如果判断说这个球员到底是哪里是真的酸痛，或是说真的受伤的，对，那我们会利用晚上我们教练会自己去买一些冰块让他们做冰敷，对，甚至说直接用泡的这样。好冷哦。对，泡澡这样。你们都有泡过冰块澡吗？有。什么感觉？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一直抖，然后很冷。想起来。要泡多久？15分钟。好冷哦，太冷了吧？因为我们还会注意啦，因为我们在泡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房间的冷气全部关掉。对，温度不要让他们说一上来还要遇到冷气那个温度，会感冒。对，怕他们感冒。对。所以其实像小朋友他们如果说有因为酸痛堆积了乳酸，乳酸会代谢掉嘛？像生饮的按用家的乳酸的代谢期，他们都给丢。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在我们运动，尤其是局部部位它过度的使用来讲的话，的确它的那个乳酸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堆积。对。那所以其实如果说在一个比较适度的休息，例如说经过大概12到20小时的休息来讲的话，它其实会逐渐的代谢掉它比较大部分的乳酸。什么？我不敢相信！有这个晕痛哎你！我在运动的时候，如果我有乳酸堆积，我大概要3天才会好。为什么小朋友可以20个小时，我要3天72个小时呢？那其实说实在，因为他们本身代谢速度是比较快。好吧，这是个现实的问题。然后再过来的话，就是说，其实在这边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是要提醒说，因为本身他们在从事运动的时候，本来就比较容易会造成一些运动伤害的几率，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来讲的话会高。那其实说在，如果说他本身训练不够，
或者是说他本身的那个协调能力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之下的话，很容易会误以为说这种过度运动把它带到说是把它认定是乳酸堆积，其实还是要强调说，其实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一些像是说暖身啊，对，然后运动完也要做一个适度的休息，让你的肌肉做一个恢复。那如果说真的是太长一段时间的那个就是肌肉的疼痛感的话，真的就要稍微怀疑一下，说是不是有一些运动的伤害造成。冇错吼，故说我今本日好营养师来同大家来分享细球研究的营养按用的来建议按用的来吃东西，韩国也没看到吼也进行国手的教练带等小球员们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佢哋打球的一条事情，一条神奇的事情。故说每位老家都加油哦！11月28號到12月初1，聽錯愛數看呀，7三米小幫金票所以，今日謝謝營養師，謝謝齊恩軍人跟教練，謝謝。沒什麼，觀眾朋友嘅數看休息一下了，做運動哦。